黑客竟然可以利用 native VLAN 嘅漏洞跳去佢唔應該去嘅 VLAN。native VLAN 其實即係喺 trunk 上面唔加標記傳輸嘅 VLAN。預設情況下，佢係 VLAN 1，亦都係所有管理同埋控制協議嘅預設通道。咁樣就產生咗好大嘅安全風險。我哋叫 VLAN hopping 攻擊。第一種嘅攻擊叫 switch spoofing。黑客扮成交換機同你建立 trunk 連接，防禦方法好簡單，喺面向用戶嘅端口扼咗咗 DTP， 強制用 access 模式。第二種叫 double tagging， 黑客會發送帶有2層標記嘅數據程，交換機拆走第一層 native VLAN 標記之後，第二層標記就帶佢去目標 VLAN。要防禦嘅話，第一步係將 native VLAN 改做一個唔用嘅 VLAN。例如999。第二步，千祈唔好將任何普通用戶放喺 native VLAN 入邊。嚟緊第三步，考慮幫 native VLAN 都加埋標記，用 VLAN.1Q tag native 指令。記住呢啲防禦技巧啦，呢個係 CCNA 網絡安全嘅熱門考點嚟㗎。